伫个总统蔡英文、市长黄伟哲加台南市议长郭信良等多位议员共同的启动下，台南市议会平安祈福灯会24号暗时正式点灯。今年总共有59座花灯，部分来自今年新得台湾灯会作品，另外还有市府加各区公所打造，各有特色。加上议会建筑物的量化，以及镭射灯光的水舞秀，相当有看头。为今仔开始，一直到正月初二，逐天暗时6点，规个永华路甲着市府，那么西拉雅广场和市政府共同合办的灯会，这大型的灯会，还有在新竹的台湾灯会59座，座座漂亮，座座美丽，还有37区做出来灯，一系列的排开，非常的壮观。让这类灯会非常具有特色。那我们这个议会的同仁，大家都全体总动员，能够办理这么好的活动，尤其现在正当议会在审查总预算的时候，大家还能够把这个灯会布置得这么漂亮，让这个地方的街角，会使讲本来是拢真严肃的所在，现在充满了耶诞味，充满了年味，也充满了欢乐味。离原本无一定出席的总统蔡英文，伫个点灯前嘛以身边的嘉宾欢喜来献身。总统表示，虽然过去台湾面临真侪难关，不过伊嘛真感谢台南乡亲一路的相挺，互政府一关一关过。总统表示，台南除了是一个好食好耍的所在，现在佮加了一个灯会会当看，邀请外县市的民众多多到台南行行看看。咱这一年来，大家拢足拍拼，嘛足团结，所以咱的疫情会使控制。咱大家来面对咱政府甲政府做伙面对足侪难关的时候，咱嘛一关一关过吼。咱大刚结束的咱的公投，这届的公投，我嘛要直接甲大家说一个多谢，多谢大家支持政府的政策，互咱会使稳定的、继续的来推动台湾的发展。真正我嘛要特别甲咱台南市的市民讲一声多谢。伫点灯仪式过后，现场还有歌星的助阵、灯光烟火秀等。灯会期间到明年的1月2号，而且每天暗时7点到9点，还有镭射灯光的水舞秀，包括高达40公尺高的立体喷泉，绝对是全国第一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